嗨，范好。有空可以聊一下吗？什么事啊？我看夜广，最近因为你一直在烦恼。那关你什么事啊？因为看到为了你难过，我很担心。我都没有担心了，你要担心什么？对，我知道最近跟他走很近。没有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真的很在乎他。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。都高2了，为什么要现在才跟他好？我也没想到能跟他变成朋友，只是想到他在我人生最难过的那一刻出现，还帮了我。现在居然还能遇到他，而且还可以走这么近，我觉得好不真实哦。我怎么闻到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啊？你不要误会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啊。所以你不只想当朋友咯？我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，尤其是夜广，他什么都好，可是在恋爱上面的天赋不到1%。所以，我现在应该要跟你说谢谢。真的很寒。可是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说看啊。就是我哥啦，阿健，他要我把这个给你。我是第一次看他这么真心对待一个人，拜托你给他一次机会。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拿来给我？他找了你很多次啊，只是你都不听他解释。拜托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啦，你考虑一下。这项链是他自己修的哦。拜拜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样很烦，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，你可以回我吗？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没穿外套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，真的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找到你啊。不是，你不懂。我现在反而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你是唯一听我说这些话的人。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帮你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要哭了。是了。 。 。 。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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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先暂停一下。vocal 的地方怎么都没出来？起账。去哪里？去你家。你还好吧？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吧。